着趁摇花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困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过换伊的念头。归往摇花，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变行赦免。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83首。耶稣基督听候。请起立吟全首。吟135、1节、3节、5节就好，来请。耶稣基督听候，听候基路边，我看到你家门，无人做主边，想听主耶稣，我也真孤单。无论朋友是阮，甘你归靠伊，耶稣基督伊伫路边，所有艰苦逆境，我就伫伊里，听我也同情伊，我出来关心，伊比亲像你。耶稣基督好条伫路边，谁人当行伊路，我要引带伊。请有缘徛伫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读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流比亚哥任内受苦，并12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来看启应文第64，启应文第64篇。我来刻，请兄姐来用。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
伊无改变，嘛无天体长势引起的影。亲爱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就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惯的消。就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实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咱同心来祈祷。至尊的阿爸爸上帝，我感谢阿罗你。今仔日是你国外的主日，基督的灵、圣神保惠师是上主车来安慰、辅助、保护、充满信徒的能力。圣神光照阮的心，启示阮的心思，润泽阮的意念，坚定阮的心志，甲阮同在，互阮领受平安喜乐。上主就是阮的力量。上主，你安尼的疼心是何等的神圣，互阮用欢喜、感谢的心来迎接你。上主赐互阮的喜乐，赢过五谷丰登、美酒满溢的享受，也因为你丰盛的慈爱、圣灵的引带，互阮通进入你的殿院。恭敬虔诚敬拜你，互人欢呼称颂你的圣名，互圣灵塑造更新阮的生命。我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来看上帝启示咱的话。记伫路加福音5章17节到26节。路加福音5章17节到26节。有一日，耶稣伫教示人，有法利赛人甲教律法的先生伫遐伫坐，因是对加利利。逐乡舍、甲犹太、甲耶路撒冷来的，主的权能甲耶稣伫地，互伊医好人。拄当有人将袍仔光半碎的来，爱要光入去下伫伊的面前，因为人多，找无芳通入去，就上厝顶对厝挂中将人连袍仔推落去，下伫中。伫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因的信，就讲：某人啊，你会做啥啦？经耶稣甲法利赛人就议论讲：这个讲占权滥散的话的是治罪啊！上帝以外治罪为赦罪啊！
耶稣知因的议论，就因讲：恁心内的议论啥物啊？讲你的做啥，还是讲你起来行？打落一项较快，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免罪，就甲半岁的讲：我甲你讲，起来，拿你的袍仔倒去你的厝。迄人伫众人的面前即时起来，拿伊所困的倒去伊的厝，归荣光上帝。众人拢戇赢，也归荣光上帝，佮满心惊吓，讲：咱今仔日看见意外的事。赞美，请圣乐队两个组。我所要正道的题目是“伊的好朋友”，伊的好朋友，曾牧师请。乡亲们，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受到牧师哥恁的邀请，互我会当来到桃园，甲恁做伙伫遮来敬拜咱的主，伫遮来共同来领受上帝话。我实在是第一摆来啦，所以真正用Google安尼找来到位，佫真近哦。火车站行应该10分钟会到，安尼真方便。真感谢主，互我这个。佫是因为顶礼拜阮去迄个苗栗公馆教会遐募款，因为是开车我迄个时阵，阮小弟有陪我开车，安尼来回啦吼，伤忝，我身躯袂堪一，所以
即礼拜就临时无甲囡仔带来见证，有用录影的方式来互因来分享因的生命的故事所以希望讲等下咱会当伫内面拢通拄着上帝的话，甲上帝对阮的生命所感动的，当感动恁。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甲疼痛，互阮有机会甲你过好。主啊，恳求你的话光照阮，完全光照阮，光照阮的内心，互阮看清阮现在的光景是啥物。阮若是有照着你的旨意来行的，互阮会当谦卑顺服继续来行。若毋是，互阮紧紧刷阮的骹步来跟对你，恳求你赦免阮的罪过，互阮的心通归向你，专心专意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你也高保女婢的喙，互阮所讲的拢是要互正人得到利益。阮深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是抽签到我所牧会教会，拄好抽到一支签，去到屏东，嘿，迄个时阵，大家真烦恼，讲一个女的，遐少年，迄个时阵还袂结婚，是咱较会抽去屏东，然后搁一迄支签叫做是机会，所以我打到的时阵是挂我三个一在人在。应该是真细间的教会，真古锥的教会，亲像一个家庭相款。所以阮聚会打开40个人左右啦吼。所以当想象讲，你有当时输会输琴无来的时阵，就爱一边讲道，一边输会，一边输琴的状况。真感谢主有即个过去安尼真好的装备。到的时阵呢，教会无啥物人，所以我有当时感觉真孤单。教会安静甲迄针若落去涂骹内，会听到迄个声啦。我好甲主讲，主这是来我要来遮牧，你爱我牧羊伫倒位安尼？结果真奇妙的代志，主讲伫外口伫外口，就伫教会外口还袂信主的人啦，佫足济。阮迄个庄头有1万个人，这拢会当来信主啦，所以阮有一万个人爱牧羊安尼。好，所以阮入去到校园，上帝甲我讲，校园是伊要受怪的所在，伊要疼的遮个囡仔。我所领受的是安尼。阮接触到足侪弱势家庭，有囡仔是无饭通食的，可能伫咱即摆情况来讲，较无法度接受，也是讲较无法度了解，有囡仔是竟然无饭通食啦吼。阮是第一摆接触，是因为因的阿嬷癌症伫要过身，因为因的厝非常的爽响，连棺材都拢无法度买，所以期待会当洗礼，受教会帮赞，会当至少有一个过身的时阵，会当有一个告别式，甲安葬的所在。然后阮去病院甲探的时阵，伊的即个阿嬷甲伊的妈妈甲即个囡仔3个人，一工食一个便当，毋是一个人食一个，是3个人食一个。所以阮才开始做客服班食饭搁加一个食饭的代志。这是一个过去，嘛有半暝有囡仔在哭要找妈妈。然后厝边知影阮咧做儿童的事工，我拄好10点外呾徛转去要教会的时阵，甲我半路查落来讲有囡仔呾带去警察局，希望阮会当甲关心，所以嘛有安尼过去，嘛有真侪囡仔真孤单无伴，有囡仔无人载，就是上课了无人载，嘛无。要安怎讲，就是拢无人载。像讲，阮若克服了已经8点半，等到10点，拢无人来甲载。然后阮就甲载转去，然后因兜的门拢全部锁起来袂记即个囡仔还袂载转去的，真古锥的代志佫较亲切的关怀，有囡仔会剩的人会对做囡仔有一点骹来手来，甚至即学期。学校发生，剩的人带家己的祖囡仔去互人性侵，
然后伊换钱，有家暴的，有真侪艰苦的囡仔，互养忽略伊，所以捌有囡仔嘛是骑脚车破病，毋是去学校，骑来教会摕健保卡讲老师，请你带我去看病，人是咧发烧的。所以顶顶的代志，我会当知影讲，遮囡仔有真侪痛，讲袂出的痛痛，因无气力为着家己做啥物。坦白讲，当上帝甲我讲，遮的囡仔是我的样，是上帝的样，要牧者的时阵，我实在真侪的丢毒。因为因的身躯顶太侪的艰苦，这是我毋捌拄过的。伫我的家庭的中间，我是真好命的囡仔，都市囡仔到迄个所在，我毋知要安怎陪伴甲牧养。伫经文的中间，有一个人也亲像遮囡仔共款，迄个人是变衰的，伊是互人扛起记耶稣。伊毋是主动来找耶稣，伊是互人讲起的。咱会当看到伊的反应甲态度，伫经文的中间，咱找无。所以这代表啥？咱若看头前一段，就是医好耶稣医好太哥病的人。这个太哥病的人是对耶稣讲：“主啊，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伫这12节的所在。”所以圣经有记载。医好太哥病，这太哥病的人是来主动找耶稣，可是咱伫即段经文找无即个变衰的反应甲态度，所以咱看会出来讲，伊并无真积极想要找耶稣，伊嘛毋知影找这耶稣会当得到帮助，伊对这耶稣无信心，伊无迄个动力，可能伊心内是侪侪罪恶，埋怨、苦毒。绝望，伊只有倚靠别人，伊靠我就活落去。伊只有倚靠别人，才会当得到一点仔的幸福。咱人来思考，是咱家己，还是咱身躯边的人，有亲像即个变衰的？伫生活中间，咱充满苦毒、埋怨、绝望、罪恶，咱感觉活伫这生活中间真困苦、真现实。真绝望，倚靠家己是无气力的，家己感觉家己也无路用。咱将即个生活会当改变、会当得到改善的迄个责任，拢挂伫别人的身躯顶，期待别人来帮助咱，期待咱会当活落去的迄个，有一点仔幸福，拢是别人的爱，安怎咱才会当得到幸福？所以，若有问题，拢是别人的问题，才会滴到我安怎？推卸责任。我通举一个例，我有陪伴一个囡仔，伊真够好，一届拢好3-4点钟。我出门好，我讲我无要插你，你慢慢等内底好。当然我嘛知影内底阁有其他人，所以伊是安全的。我讲你慢慢好了啊，你要讲的时阵用讲的，我就出去无用啊。过3点钟我回来啊，伊还阁咧好，哪会遐尼够好？原来，就是因为伊的家庭督促伊爱学习用好的，好甲人来处理伊的问题。老师嘛教伊爱用好的，来写真可怜的稿，互人来关心伊、可怜伊、帮助伊。我讲你即马阁细汉吼，用好的有路用哦，人会看你鼓吹，帮助你。可是你若大汉咧，人袂去可怜你，你必须爱爬起来。所以真侪人因的家庭是安尼，真侪时阵是期待人帮咱补助，可是无愿意家己做生理，无愿意家己爬起来，只是要领补助尔。伫阮遐真侪遮个故事，真正送养的人摕袂到补助。真正送养的人摕袂到补助咱会当对经文阁看到一款人，当有人刚变衰的来到主的面头前的时阵，咱人看去，伊无法度去比回转，是啥物原因？是啥物原因？
人伤济，对，100分，人伤济，人伤济。可是其实人伤济，若有人愿意互因入去，我相信是有法度，因有法度到耶稣的面头前。问题是无人要让因入去，因为咱人看到经文的中间，离耶稣上近的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是当时伫旧约圣经有权威来解说圣经甲教导的人，所以对我感觉认为因有迄个身份，因有迄个权威，因有迄个证人伊来证人讲，请恁让因入来的时阵，证人是我相信会听因的。可是遮个人并无安尼做，伊当作无看的。因咧关心的是啥物？因咧伫的是啥物？因咧伫的是因要伫耶稣上近，然后来检视、来怀疑，这耶稣敢真正有开力？咱这耶稣敢有合伫阮犹太的律法、犹太的信仰？敢有真正有赦罪权柄？因只是咧检视。然后咱会当看起来，阁有一群人，遮个证人，因特别嘛想要见耶稣。可能遮个人，遮个人若伫遐，可能遮个人是，伊可能嘛破病，伊嘛可能期待听到耶稣的道理。可是无一个人愿意让即个变碎的甲伊的朋友带变碎的到主的面头前。原因伫倒位？有人可能亲像499之乱。499就是迄个中华电讯大家拢排队，有人半暝2、3点就起来排队啊，排第一位嘛所以有人可能来见耶稣，可能比这499佫较好呢。见到耶稣会当得到医治，所以伊早的排队啊，半暝就排队啊。我好不容易抢到为先怎会让你即个变碎的？所以。嘛有可能有一寡人是我真认真，好不容易抢到即个位，听到讲道呢即个耶稣讲了真好。你来真差，佮违反到会堂的规定，扰乱阮咧听道理，即种人就应通出去。所以无人愿意帮赞即个变碎甲伊的朋友，互因来亲近耶稣。咱会当来思考，咱有亲像遮个证人无？期待得到耶稣医治，咱期待得到主的教导，期待对主才得到望，心内得到平安。可是当有人遮个人可能新来的人，毋知影教会规矩的人，想要找耶稣，想要得到一个望，想要得到医治的时阵，咱为着咱家己证人，咱遮个人的利益，咱将遮个人，咱将遮个打新来的人拒绝伫门外，无人甲请安，无人甲邀请。无人甲讲耶稣伫遮，甚至咱有当时即个人无合教会规定，即个人毋知影教会物件安怎使用，即种人应该爱出去。可能咱教会内面有一位的人，一位的人，就是讲咱的中职、咱的牧师，咱对圣经内面有教导的权柄。咱会当带领会友做伙来听遮个人，可是有时咱拢无，咱选择无看，因为帮助人伤麻烦啦，太侪事务爱无用，太侪的开会，太侪的成绩事务拢爱走，所以无时间帮助遮个人。咱第一个是啥物？咱亲像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第二啥物人服侍无好？即个有照听书无啥物人无合教会规定等等的，甚至是毋是用着法规？当咱拢在看到别人无够格的时阵，无用听来彼此相包容的时阵，咱对咱的教会行入来，毋是温暖，是冷的，是感觉真黑暗的。是真复杂的，是无望的。爱知影，教会毋是圣人来的地方，是罪人来的所在。毋是虔诚的人才来，毋是一个正圣的人来的所在，是一个罪人来的所在。咱会怀疑上帝敢同在？
当咱只有看到无够野的所在的时阵，也无愿意出手。所以，这会互足侪人人心倒退，这会当互变衰的相款伊也人心倒退。伊本来就无啥物愿望啊，伊若毋是遮的朋友，伊无可能到耶稣面头前，伊搁较失望。对伫光，这个变衰的来到耶稣面前，遮的朋友伊嘛会真失望。然后，遮的经学师、法利赛人、遮的众人期待看到耶稣医治，期待得到真理的人，拢袂看到咱今仔日规门要看去的医治，袂发生，无搁发生。所以真侪时阵，咱现主时的教会会亲像甲即个经文，就是到遮尔，就是耶稣无医治，因为遮的人已经人心倒退，然后伊就跟遮个变衰的人离开啦，然后后壁无医治，就到遮。真侪时阵，咱的教会，咱现主时的教会拢伫遮，无有医治，因为咱已经将耶稣要医治的人赶出去教会外口。所以，咱的愿望伫倒位？咱的愿望伫倒位？伫经文的内面，愿望伫倒位？伫耶稣，甲迄个遮个变衰的朋友，即个耶稣有啥物无共款？即个耶稣会医病赶鬼，即个耶稣伊是疼人的主。即个耶稣真真实实活咧，伊有权柄，伊有真正的权柄，会当互人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安息。所以，伫咱来讲，伫咱的生活是毋是真侪时阵伫困境的中间，咱感觉家己无气力、无能力，真野心、真烦恼、真受气、真无力、真苦痛的时阵，毋通袂记哩，咱有一位真正疼咱的主，真正的主。听咱的主，无甲咱计较的主，伊离开伊的宝座，然后来到世间，成做咱的朋友，咱的朋友，因伊的性命活咱的性命，互咱会当脱离罪恶侵侵。这位主遐尔疼咱，伊是咱的朋友，这是咱的愿望。然后伊要带出啥？咱伫经文的中间第7章20节。当约翰的朋友，约翰的学生，洗礼约翰的学生问耶稣讲：“你敢是迄要阮期待来的迄位吗？”耶稣甲因讲：“青面会看去，歹脚会行，歹哥会清去，臭耳人会听去，死的人搁活，丧凶人听去福音。”然后爱因将遮个话。伊的将遮个话，约翰的学生讲，伊倒去甲约翰讲。这位主就是真实疼人的主，伊真真实实活伫咱中间。你敢相信这位真实要现在活伫咱中间的主？我相信，咱相信这位，所以咱伫遮期待得到伊的回应。有人看到遮个愿望，经文中间，有人知影这位耶稣是真实的主，会医治人的主，就是变衰的朋友。你会当想象，这个变衰的朋友有几个？4个，上少爱2个，对无？2个以上，所以伫这中间，咱能看去有两个以上的朋友，因确实相信这位耶稣会怜悯人，会医治人，所以因就跟这个变衰的朋友来到耶稣面头前受耶稣的医治。耶稣也看去遮个朋友的信心，伫遮咱对经文看去是耶稣看到遮个朋友对伊的信心，然后就医治这个变衰的。因为朋友的信心，所以这个变衰的白白得到遮尔大的恩典，得到医治。咱来看这个朋友有啥物款的特色？你袂感觉这是真好、真水的见证吗？这个人已经软弱无力，根本无法度靠家己来敬耶稣，伊家己嘛无迄个愿望啊。可是因为这个朋友的信心，伊得到医治。
真水的见证。咱来看这朋友的啥物这特色是啥物，互咱来学习吼。第一，伊对主非常有信心，伊确真相信这主是真正活地的主，是会医治人、怜悯人、疼人的主。无一个神明会疼人，只有这位主。无一个神明会对天顶落来，拢是高高在上，咱爱去甲拜，爱甲跪，爱去甲光叫，对无？咱的耶稣捌互咱光叫袂无？毋捌，伊行伫咱中间。第二，因爱对人有怜悯的心，看到人软弱的时阵，毋是甲踢笑，毋是讲迄就是安尼啦，所以就甲拒绝离较远的就好。毋是，乃是爱找朋友做伙来甲关心关怀，爱有怜悯人的心。第三，爱有耐心。你爱知影去找耶稣并无简单，毋是咱即马手机拢开群组来，跟随耶稣的人，好开一个群组，进来，耶稣现在到哪里？加利利吗？还是到哪里了？好，毋是安尼呢。耶稣迄阵安怎行的？是用行路呢？毋是有机车，毋是有汽车，毋是坐无人机呢？毋是啊，是用行路的。所以呢，因咧跟即个朋友到耶稣到的所在，若拄好无抢着咧，耶稣已经到另外一个城市，因着搁甲跟去另外一个城市，无车无车，所以因爱真有耐心，爱为着即个朋友安尼跟伊见着耶稣，这个过程是真辛苦的因要有真有耐心。第四项，因爱出伫听，爱真有创意。要安怎讲呢？你敢有人想看卖啊？当因去，互人安尼，所有的人拢甲早咧，因无法度见到耶稣。你敢有法度想象讲，有人讲无法度去拜教会，然后就甲教会厝顶拆起来，为着要做礼拜？咱应该会夹即条吧？要安怎拆？迄时阵，因竟然想着即个方法来互即个朋友来见到耶稣。我是感觉真特别为着即个可是伊无去伤害着别人，出伫听。无去伤害着别人，然后互即个朋友会当有机会来得到医治。有当时伫咱的时间的中间，无一定爱照之前安怎做，就爱安怎做。有当时有一点仔变化甲创意，会当互一寡人拍破迄个规矩，有机会来拄着耶稣。像讲教会，阮的夏令营，每一个人拢爱交钱。可是你敢若无法度想象，爱交钱一个人300箍，300箍3工规工的，就是只有食饭钱。然后嘛是有囡仔的家长有一个囡仔，阮咧关怀囡仔，我着邀请讲妈妈，你敢若互伊来到参加夏令营？真歹势，毋是无钱，伊无爱。为虾米？我无方便知。所以咱会当有创意无？要安怎？对，咱若真正有动工，咱着安怎？开车甲载嘛，无阮甲你服务。然后家长阁无爱，我讲是安怎？我看出来，因为即个是后母，父母，伊无爱即个囡仔，连伊的老爸嘛无爱即个囡仔，伊母是希望伫囡仔身躯付任何的钱。然后这囡仔阁有一个小弟，是这后母甲老爸生，所以要爱啥有啥，伊坐伫遐连动都毋敢动，连帮因伫咧捡饼，因后母掠准伊要甲偷食饼，对后壁啪拍落去啊！捌有一摆伊来客服帮我规身躯甲检查尔话开，阮遐热屏东最热情的是什么？太阳，较会穿长仔咧，扭起来规身躯对头到尾全部拢是伤。所以知影一项代志，因厝的人无愿意为着伊付这300箍，连50箍都拢付袂出来。毋是无钱，是无心。你要安怎做？替伊付嘛？无，可是敢有照规定？
无照规定。所以咱有当时啊，真侪事工的中间，也有出伫疼的创意，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帮咱遮真正需要的人。过来，咱最后一项是爱同心非常细腻的合作，伫这朋友中间，咱人看去，当因咧拆厝业的时阵啊吼，因真细腻咧拆，伊袂当讲为着我即个朋友吼变衰，当得到伊伫所以甲下骹人搁甲缀互死，袂使，袂当互因任何会当受，袂当互任何人受伤，所以因真细腻咧拆，无互任何一个来牵着任何一个人，互因受伤并无。因真细腻，然后当因咧对即朋友到耶稣的面头前，听到经文写到耶稣的脚前哦，毋是伫耶稣的头壳顶哦，是耶稣的脚，因是有算过，安怎到耶稣的脚前，然后因真细腻做伙对即个人到耶稣的面头前，伊毋是讲足重呢，你是食偌济啦，足忝呢，足较棒的。安尼拄仔好，免医治啊，直接就会当各办各别色，安尼无意义啊嘛所以因爱真细腻，同心合意，无紧无慢，平安将即个朋友变衰的带到主的面头前。看即个经文，安尼看起来真趣味足侪因真细腻的物件，经文内无写，可是咱想会到。所以因遮个人诚做变衰的好朋友，也互变衰的来得到医治，爬起来跳跳，学了上帝。你敢期待你诚做变衰的好朋友？恁敢期待诚做一个变衰的好朋友？咱敢期待咱的教会？咱堂教会是一个团队，是做伙诚做咱堂地区送养人、失丧的人的好朋友。咱若亲像经文中遮个变衰的好朋友，对主有信心，伫服侍中来操练咱的耐心、咱的疼心、咱的怜悯人的心，有创意同心合意、细腻来合作。我相信。我非常的相信，咱的教会会诚做即个社区真大的帮助，因为主看到咱的信心，伊伫遮的人，赦免因的罪过，互因有重新搁活的生命。恁敢愿意伫咱的中间，看到上帝行神业？即个时阵，我来分享阮两个囡仔的见证。伫繁华的地区，有两个囡仔。到主的面头前，得到医治的故事。大家好，我是繁华教会的吴玉洁。现在4升5，我要来分享我的生命见证。还没认识耶稣的我，是一个很会偷东西的人。只要想要那个礼物，手就会痒痒的把它拿走。曾经有一次在教会里的柜子上看到一个钱包，我的头脑开始想要偷东西，所以痒痒的就要把它拿走。但是又想起牧师对我说，有什么需要可以跟牧师讲。但是我还是收了那个钱。过了几天后，我去翻那个钱包，搞不好会被佳美姐姐发现是我偷钱。所以我就叫妹妹拿来给我，我就把它藏到另一个地方。本来以为隐藏得很好，但是被佳美姐发现了，她就去跟牧师讲说，有人偷了我的钱。那时我非常紧张，也非常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怕会被牧师发现是我。但是我还是被发现了。首先，我是先被爱的小手打5下，更恐怖的在后面。牧师放下爱的小手，拿起断掉的扫把。当时我想说，那么大的牧师才不会打我嘞。但是牧师真的打下来了。那时
我想说再忍忍。牧师又看佳美姐姐还有黑生气，牧师的棍子又要下来了。那时我的屁股感觉开花了。牧师问佳美姐姐什么？你要原谅他吗？那佳美姐姐的反应是什么？还有些生气。牧师的棍子又下来了。这时我就哭了起来。因为屁股怎样？开花了。那牧师又跟谁说话？又跟佳美姐姐，又说了，然后呢？佳美姐姐有说话吗？没有。然后牧师的棍子又起来了。这时义成哥哥说：“我比较大只，他比较小只，让我替他被打。”这时候谁走向你？佳美姐姐，她就握住我的手说：“你问我要多少些钱，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讲。”她就一直说同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牧师对我说：“不行，今天耶稣很爱你，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的爱。”所以后面2架请默默传道下来，牧师就被默默传道。还有2个棍子，所以是牧师请传道下来，然后牧师替你打，挨了2个棍子，对不对？被传道打，对不对？这时我就大哭起来，因为我每次犯错的时候，耶稣不知道为我受了多少的处罚，刑罚，所以我从此也不再偷东西。我也觉得很后悔，因为我是耶稣的孩子，即使我们犯错，耶稣依然爱着我们。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伊敢知影谁咱囡仔会偷物件？毋是只有看到伊即个偷是毋对的，当然偷本来就毋对，可是你敢知影谁咱伊会偷物件？偷物件有足侪原因，可是即个囡仔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无通食。伊个家长会袂记哩甲因饲，然后伊才出去外口摕物件食，这是一个原因。然后过来咧，更较大汉的偷，因为同学拢有玩具，伊无，伊惊去互笑，所以伊就去偷。所以解决偷的问题，毋是甲骂甲讲，无一定听入去啊。伊警察局惊几啊抓，人拢知影伊的名。然后真正感谢主，互我家己嘛亲身体会到，只有上帝。有法度医治伊，这是我透过伊第一摆，我是一个对细汉就伫教会大汉的囡仔。我的老爸即马游园伫六合教会高雄的六合教会咧牧会。我对细汉就是一个教会囡仔，我无法度感受到啥物叫做十字架的疼。我今日对伊的身躯顶，我得到啥物叫做十字架的疼。上帝，我一个感动，当迄个囡仔，阮的姐妹甲讲，你需要啥，甲我讲，莫用偷的。是我平常时对即个囡仔讲的，才因讲的，然后伊学起来，伊毋是只有受气，毋是只有掠惨，毋是只有要甲拍死尔，乃是愿意原谅伊，然后甲讲你也有需要，我会当互你的时阵，我真大的感动。上帝甲我讲时间到啊，然后上帝甲我讲我会安尼做。我囡仔趴伫壁，然后我趴伫囡仔顶头，我请我的先生甲我讲的时阵。虽然也是会听啦，即个年纪去互讲，嘛怪怪呢，嘿。可是迄个心情是无共款的，我较知影讲主要所在为我做啥，然后囡仔无搁再偷，因为伊知影有一个上帝真正疼伊。搁来搁另外一个囡仔，伊要来分享。大家好，我是来自繁华教会的陈玉琪。今年国3毕业，我现在要来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我的家人一直不想我到外面过夜，直到今年寒假，我们牧师邀请我参加一个营会，可是需要过夜，我很想去，但家人依然反对。于是我们牧师邀我一起祷告，
我就认真祷告，求上帝帮助。没想到家人就让我去营会了。第一天，张志松牧师讲课的时候，我的头特别晕，所以没有很认真上课。但当牧师问说家里有拜神明的请举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抱着头举了手。我们牧师看到我这个样，就把我叫出门外，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我只记得牧师说：“亲爱的主耶稣，恳求你帮助玉琪，将所有不属于你的求主挪去。求你帮助玉琪，用你的宝血遮盖玉琪。”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祷告完后，原本我还去吃了药，结果药效都还没开始，我的头就不晕了，我感到非常开心。营会第二天，张世松牧师以父亲的身份对我们说：“爸爸爱你，爸爸曾经做错了事，求你原谅，对不起。”当时我哭了，因为我没有爸爸，对于爸爸这个名词感到陌生。我原本很讨厌他，因为他抛弃我。但牧师为我们祷告完后，我就不再讨厌他，而是感谢他，感谢他曾经犯下的错误，却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回到教会后，我们牧师跟我们分享说，他当时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的时候，像有个东西掐住他的脖子，使他的声音沙哑，但一直大声宣告祷告，声音就开了。牧师也提醒我说，那是因为家里有拜神明，所以才会常常使自己头晕不舒服，所以要常常为家里做洁净祷告。我相信所有不属于神的都会惧怕他。这个营会结束后，我也时常为家里做祷告，我的头也就不再晕了。我也为那位离开我的爸爸祷告，求他，希望他可以好好照顾他的家。上帝爱我，使我可以在这里分享。我的祷告到此结束，谢谢。这是伫遐阮的故事。阮的每一个囡仔，有几个囡仔拢开始学习写见证，做伙出来分享伫因的性命安怎拄着耶稣。我相信伫阮遐有法度做到的，伫汤圆这个所在，恁也有法度做到，因为恁要互一个人来得到医治，因为恁有一个人得到医治了，要来见证耶稣，要来雕跳荣耀这位上帝，咱拢会当得到。看起上帝要伫遮来行神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帮助阮，互阮安怎来活出你的见证，活出你的疼，安怎伸手扶持软弱的人，陪伴失丧的人，做遮个人的好朋友，将一个需要你的、需要你医治的带到你的面头前。主啊，我伫遮。求你垂听我，主啊，阮伫遮，求你垂听阮。阮无搁倒撇你的命令，就是听别人亲像家己。阮愿意互你使用，阮愿意诚做主你的好同工。阮愿意伫即间教会，一个人起来，要来诚做同心合意，服侍你的人。阮要做伙甲牧者中一做伙同心，来互这个所在得到人得到福音，得到医治，将荣耀拢归互你。主啊，愿全地荣耀你的名，愿汤圆这所在拢要来荣耀你的名。是阮的教会是你伫遮的光，阮相信这个，因为求主互阮满满的信心，对你的信心，搁较坚固的信心，
因为阮知影，阮若对你的信心是满的，正人要得到医治，阮信心基督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即时来报告讲上路要建堂募款的阮的事工。我头仔有小可讲着，我到的时阵是抽签到的，所以迄时阵人较少啦吼。所以有问主讲是安怎爱做遮个事工爱无遮样。所以有一届中昼时阵，我去梦着一个梦我梦着是一个足大的船啦吼。我毋知影迄个船啥物船，伫真黑暗的所在，佫有海洋啥的就是非常的暗。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声甲我讲即个声甲我讲，你来遮创啥？台语你来遮创啥？我讲刚才我甲应啥？我知。然后伊讲你的上帝是啥？我甲讲我的上帝对耶和华上帝。然后我就看起讲，主甲我讲伊要得到遮囡仔。我看到迄个船顶头有足侪小鬼围雷扎赢伫迄个船边，迄目睭是红的，可因拢是乌的，拢已经像迄小鱼，规个拢乌麻麻安尼啊。然后即个因迄有一个较大身的迄个，然后我看足不舒服的对啊。然后我就讲要讨遮囡仔，然后我看到我伫一只足细只的船顶头有光，然后看到囡仔牵遮囡仔继续落来伫即只细只的船内面，这是我的异象的中间所看起的。然后我拆开的时阵，我惊一跳，我想讲敢会梦到这规身躯拢起鸡母皮真忝，规身躯流清汗。然后阮了有囡仔摕图鉴，神明的图鉴来互我看，有宗教神明的图鉴啊，去图书馆借来互我看，哎哟，王爷船王爷，所以就为着遮个来祈祷所以阮就开始有遮个事工啦吼。遮拢主要是儿童的事工，然后嘛有一寡老人的事工因为阮的人有限同工有限，本来有我然后真感谢阮教会陪家，因为我有家翁感谢主佫有人要垫我就对啊，到迄个所在，人拢看到我伫繁华已经走2个伊无肯讲你也要伫繁华，咱就免讲然后真感谢主啦阮先生肯来繁华，阮即个较细间的教会做伙同服侍安尼啦，所以伊拢开玩笑讲阮教会陪家，因为同工加一个1+1=2啦，真好陪家所以阮有一寡事工有小可停来，像长青就是老人的事工有停落来，原因是因为我有开刀伤忝，无家己调整好家己的生活所以有一寡事工有小停咧主要是囡仔的栽培，慢慢起来做同工，阮的高中爱训练训练起来诚侪国小的房产，所以像我无伫的，阮国中就会当带国小的周末营，带活动一个对袂晓钢琴的开始学一支手竖琴因为你也知影无人嘛但是安尼嘛感谢主，你也甲讲真好一支手咱后一届2支手信息细胞对无？伊即支手试一个，这支手试一个，安尼会当唱就对所以真感谢主啦，就是渐渐训练因起来，诚做真好的同工甚至伫礼拜堂阮礼拜的时阵，因本来甲我讲，老师为什么一定要讲台语我说你阿嬷跟你讲什么？你跟阿嬷讲话不用讲台语伊就讲不用阿嬷都要为了我学华语耶。安尼我说是你阿嬷年纪比较大，还是你年纪比较大？阿嬷。我说那你那么年轻学一下台语，多一个语言又没什么不好。
你的母语嘛，哦，你也讲客家人的学客家人，你的母语跟阿嬷讲话，那不是更好吗？好啦，我说学比较多的人比较聪明啊，好啦，那我要学啦，好，然后过来的，阮礼拜的时阵读圣经拢是遮囡仔轮流读，恁即马读了真好，所以有当时拢会甲我开玩笑就对啊，吼，顶讲讲迄台语我有当时听无啦，真古锥安尼啊。伊讲爷孙恋，你敢知啥物叫爷孙恋？伊咧讲故事我听，讲爷孙恋，华语叫做爷孙恋啊。我听拢无哈，爷孙恋是啥？是爷子啊，还是爷树啊？哦，毋是，是爷孙恋吼。啊，真古锥啊吼！伊甲因讲话笑甲，嘿啊，所以遮拢遐会输讲，啊，然后看一点短的影片，快速。去了的，等等等等，过头呀！这里点那个照片，没有吗？那就不用讲了，可以点它吗？点那张照片，直接点就好了。好，不行，没关系，我们节省时间。动不了了。好，所以阮教会需要更等的原因，我先讲好了啊，因为我们每次夏令营都会被赶来赶去，因为借好嘛，然后人们拢有信用无共款的所在啊，有一点无遐方便的所在啊，有当时有真侪哪吒像讲即届夏令营2017年的夏令营，阮就是拄着讲早就已经甲物件送互学校啊，结果学校甲我讲我拢伤晚送。所以直到有5个无共款的营会共时间就对啊。然后阁有老师并无支持教会活动。虽然阮是挂伫学校的名，互因做成果的，可是伊就讲无要互因来参加，叫阮退费，也无要互迄个囡仔甲家长有威胁讲要互迄个囡仔啥物记过啊其实国小到迄记过记警告的应该是无啦吼。讲伊也参加老师讲的遮个活动会当记嘉奖的，安尼啦。我有甲校长讲过啦，校长捌甲老师讲袂当安尼哦。可是你也知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只好祈祷。感谢主，你敢知影啥物方法？所有的活动拢会当停落来。顶一场的人足厉害，马上就摇着啊！毋知影恁即场的有遐厉害无？哦哟，啥物人佫讲出来？对啦，风台，对，风台，就风台一报讲，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就全停啦。所以主任11点外嘛敲我讲你爱听话啊咱顶头上头给的指令就要听啦，安尼啦我就心内真大平安，讲就是这时阵我就在办活动，所以有甲家长讲，你看提起你也感觉无放心。就毋免参加，可是你也感觉会使，你就来参加安尼。阮就无用伫学校，因为有责任的问题，学校当然惊责任啦。我就讲，阮责任阮担，就伫教会来办，所以就伫阮迄16平的空间，有真感谢主，但有3个囡仔无来，有60几个囡仔，30个老师，所以阮16平客遮侪人，就亲像迄只细只的船，足侪人伫迄个所在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真奇妙代志是，阮遐囡仔阮的课怎讲？夏令营是足侪无共款的教会同工青少年、国中以上来支援的伫遐做伙来操练安怎来服侍遮的国小的小朋友啦。所以因就讲嘉恩姐，恁遐在繁华怎么那么多挑战呐？阮伫阮家己的教会无遐尼大的挑战安尼啦。可是伊真好的操练，就是因伫遐，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阵，大家爬起来祈祷。我甲因讲，要困的时阵讲祈祷了通困。伫恁困的时阵，先为着遮个代志，风台啦啥会祈祷。结果因讲因无啥困拢伫祈祷。我讲感谢主，哈利路亚。伊可能一冬所有的祈祷拢伫迄工祈祷了呀。就讲伊拢毋捌祈祷遐尼久的安尼啦一个冲动。
阮阁有活动组的组长，阁甲所有活动对迄大空间的游戏，拄啊换做起立坐下的游戏安尼啦，就是伫暗时9点知影即个讯息的时阵，就马上改变遮个活动所，所以我看到因真用心甲真好的所在，有创意的所在。然后一透早起来，一间教会，阮会轮流无共款的教会带敬拜，因就带敬拜唱《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然后真奇妙的代志，天开啊！因为本来小可咧散雨啦，然后阁有一个云有无？然后就慢慢啊开，阁有日头落来。然后有一个囡仔就敲电话转去因兜伫屏东市。阿母啊，你遐有落雨无？阿母讲，你是咧讲啥物话啊？吼，当然嘛有落雨，风台吼咧无落风的啊，安尼啊。伊讲吼，安尼哦，阮遮无落雨呢。他就很开心啦，讲真正祈祷上帝足大，连天顶所有的拢属主管着对啊，安尼因着搁翕相落来哦，讲迄天开啊，搁甲翕相落来，讲要甲做纪念安尼啦。就是这是阮的一个每一届夏令营拢有无共款的挑战，所以足期待是讲，若有一个厝体。会当好好啊办活动，好好啊照顾遮需要囡仔，因为阮每一个学期拢有课辅班，免费收遐个需要囡仔来读册，已经无互因食饭啊啦，因为伤忝嘿，然后阁有囡仔认毋着人，像讲入来，因妈妈徛伫后壁，竟然叫我妈妈呢，我想讲我有遐老吗？第一项，因嘛讲伊我讲你叫毋着伊啊！我有遐老票，我就安尼甲讲。可是我有发现一项代志，因为拢是阮互伊食，你会认毋着人诶。囡仔会安尼，因为伊伫厝无人甲伊讲话，伫教会食饭体啊发生啥物代志，全部拢甲伊讲了呀。好诶歹诶，全部拢无小心，全部拢讲出来啊。嘿，所以你若趁因食饭诶时阵，啥物代志拢会当知。嘿，发现安尼袂使。家长有当时会无责任，因为伊会感觉迄囡仔送人饲就好啊，所以阮着停止办食饭这项代志，然后用无共款的方式，食物银行送转伊的厝，互伊的村的人家己来煮互囡仔食，迄感觉无共款，嘿，所以关系会较好，教会啊帮助因家庭徛，互因的关系搁较彼此搁较好，所以阮是做遮个工课，所以会要去教会的原因。伫遮会当互遐人，搁较侪人进入教会。好，然后这就是阮的空间，礼拜的所在，玩游戏的地方，因真奇妙。我讲一个故事，我较讲太侪故事咧。阮有伫耍游戏的时阵，拢有囡仔专门会赶别个囡仔走的，就亲像头脑经文讲的，这就是啥物货？正人嘛。嘿，专门咧赶别人走啊！我等门口徛30分钟，甲伊个家长讲规步，总不容易找一个囡仔来，伊1秒就甲我赶走去啊！我徛1点钟找2个来，伊2秒就帮我赶走去啊！然后你甲讲不准赶别人，伊才会插你，伊毋免2秒就袂记你啊！就有有3剑客2剑客专门咧赶别人，因为小可耍的啊，客着啊，就赶人走人就吼啊！然后感谢主，互我有智慧甲创意。我讲好，无要紧，2条路互你选，我不要讲，无效。伊讲啥？老师你要干嘛？我说，第一，奉献1000块给那个新来的小朋友当点心吃。每次周末营的时候，让那个有能力带新朋友来的朋友，你奉献，他们出力去找新朋友来。老师，我没有钱。我说，第一，不能跟家人拿钱，你只能拿你的小猪铺满，不然你就来我这里打工。第二，10次机会让你出去外面找朋友，这样子，一个人至少要找1个，10次，每次都要。真正刚开始去找对，阮下午3点开始，本来是对下晡开始找，1点去找。找无半个耗转来，2个拢耗转来。老师找无，安尼啊，我甲讲好找无，惊咱来去，阮就搁去。
结果人阿嬷已经徛伫门口啊，不准阮去找囡仔，佮放狗啊。哦，好佳哉我骑机车开始，紧走。啊，阮迄两个囡仔遐个人啊，狗仔袂教因，足奇怪，拢狗仔即个大老板啊，是外口人的人安尼。好，啊，真奇妙，搁来第2摆、第3摆、第4摆，因着愈带愈侪朋友来，因着当对透早9点、8、9点就开始骑脚踏车，啊4个去同学因兜无弄，你要不要去教会啊？不要啦。啊，你要不要去教会啊？不要啦，啊，就是慢慢啊，好啦，好啦，啊，你没事就跟我去啊。可是吼，你要知影，囡仔伊很有创意哦。搁来即摆5届就愈带朋友愈侪，哦，偌欢喜。啊，即摆来伊袂赶朋友走，迄是伊对透早找，毋是无到透早9点找朋友，找到下晡3点找着，伊才会甲赶走。袂，伊会做维护的。哦，我找规部的吼，我袂当甲迄甲卡着嘿。然后真奇妙，这就是上帝互阮会当互伊学习的机会。可是伊搁较有创意哦，我甲讲叫伊去找朋友哦，伊真正去找朋友哦，过来吼伊变巧啊，找朋友了后面去甲同学去因兜耍 Switch 啊，有个同学因兜有 Switch 的，伫阮遐是做稀有的物件哦。我讲我叫你去同学去找朋友，然后后壁要创啥？来教会。然后你创啥？去同学家玩 Switch。然后就是因嘛有做有创意哦，所以你就该想其他的方法来调整因的脚步。所以就是像经文讲的，咱要有智慧，来陪伴因头前伊拢有做到，老师我有去找朋友呢，伊后壁拢无讲。这是因鼓吹的所在，所以阮的建堂期待是建一个毋是700平，迄个120平的迄个建堂，迄个剔厝。有礼拜堂60几平，然后客服班教室有2间，可是会当中会当迄个拉门式，会当做副堂啦、多功能的空间安尼。有当时阮有一寡囡仔较需要，伊会带教会，就是临时的。较需要的部分，然后阁有一个图书馆所以大概图书馆20几平，然后即个教室嘛20几平，这是阮大概的样子阁有一个小厨房甲公共的男女厕所有洗澡的，就是个咱互押回来的老师时阵有当设一个所在，这是阮的目标。700万是会当起起来，可是会小可爱量一下，就是讲阮内面的设备啥物货，迄是拢无算伫内面的。亲像是讲阮涂爱搁加添的原因，阮前3礼拜你应该有看到新闻屏东饮水了无？阮饮水就是阮好佳哉感谢主袂起的，无所有物件拢浸伫水内底所以。袂起的所以迄个时阵有甲逐工讲爱搁添涂，可是大家无安尼看起所以透过即届饮水，大家有即马看起，安尼嘛好啦。所以上帝有伊的时甲记，所以即个中间是阮希望讲，互会友毋是会友，互遐个人会当对教会无遐尔惊遐，毋是讲入教会啥物头会断伊、喙齿会断伊，遐个惊遐拢会当拍开伊啦吼。这是阮教会的样式。边仔就是学校，头前是一条圳沟，学校的迄个围墙，校长讲会当甲拆掉，结果伊家己甲拆掉呀，感谢主，非常感谢主。迄个夏令营第2天，阮转去学校办的时阵，校长是不教导开嘴讲，恁的上帝是真的上帝，恁上帝要做啥，真正无人通懂，真是。感谢，非常感谢主啦！期待伊会当信主，真正期待伊当信主。以上请会当为着阮更较侪代祷甲奉献。咱来吟圣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
坐。即时来奉献。今仔日庄牧师对屏东长治乡来到咱的教会，甲咱三甲聚会敬拜上帝，也详时要为了繁华教会要建堂，要来募款，请大家多多奉献。要请林家豪、陈素涵两位执事来示献。受车派要担任下季学校的老师，请你入来。车派里，请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倒来即个拜四，就是咱教会的下季学校要来开始，总是自今仔日的下暗。遮个老师就要开始带入教会内底来经历3天的即个训练即点要来一只带因进行即个车派礼。恁较徛过来即边的，免拢客伫遐。即点咱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掀开咱的周报第6页，咱做伙来配合，嘛请咱的长职毕万心伫等下要来为因。即个祝福华手的即个祈祷，这是我奉爸囝信心的名，邀请囡仔回应呼召，承受车派的，来到上帝甲教会面头前来献身。当咱即时做伙来领受基督的吊面，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请。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赢过遮的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甲伊讲：有饲我的幼仔囝。耶稣第2摆问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牧养我的羊。耶稣第3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摆问讲：“你有听我无？”就真伤心，甲耶稣讲：“主啊，你逐项拢知，你知我有听你。”耶稣就甲伊讲：“有饲我的羊。”这时咱的下季学校的老师，恁一只要来应答，一只会献新闻。牧师自头到尾讲台语，恁敢听有？好，听无会当应着表示讲听有。来，恁兼要照圣经，就是上帝话，真做即届下季学校教导生命的基础甲原则，你有要安尼也无？较大声的。第二，恁兼要真实听主耶稣，要引带人真做上帝的儿女，要安尼做也无？等下甲我较有力的。恁敢要愿意完全放落家己，我靠主的恩典甲疼痛，服侍中间，伫服侍中间拢有分别做成的表现，你有要安尼表现也无？恁兼要愿意遵守大会的规则甲约束？你兼顺服小会的官兵，照长老会的规则甲程序来侍奉也无？真好，只是咱在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咱来听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互伊的学生安尼讲，咱做来领受，请。上帝已经将天顶地的一切的权柄拢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入爸囝信神的名，假使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得，我带你甲恁伫地，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这时来邀请咱的长老、执事来到台前，咱请长老一只来一个为因划手，咱的执事来到位置咱的边仔来做这个守望的这个祈祷。咱请长老甲执事会当出来外口。思君、微笑、文辉、甜蜜、伟霆、培瑜、敏儿、安杰、敏柔、怡婷、静轩、子仁、香怡、允约、明伟、佩环、允爱、雅婷、何谦、易安、安宇、令可、洪斌、俊祥，当我即只奉爸囝信神的名，差派恁来担任2018年堂教会下季学校老师的职分。阿门。这是咱请长老执事来甲因划手，来做祝福的祈祷，嘛请咱的会友做伙起立，咱做伙为着这个老师替因出声做祝福的祈祷，咱只是为着因来祈祷，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极大的敬重恢复，互这个少年人，是因年纪还佫轻的时，得到信心的感动引带，来正做你的同工，特别是因放暑假的时，当愿意献身互你，会当为着教会而且儿童的事工，直接来付出。主上帝嘛，感谢你，会当互因机会，直接来合适，互因不管是人命还是服侍顶面，拢得到大大的增长。也愿主因服侍的过程中间，你的神感动因，照因所讲的故事，所演的这个戏剧，这个服侍一切，伊拢翻头感动因，有赐因，互因的人命得到一个进步。愿的愿你仰望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点，咱做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做来祈祷，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灵教，你的旨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我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伫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
这是咱嘛邀请咱的中职会当来回做。来，下几校老师相互转。好，查甫毋知影咱相互转当兵的时阵就知啊吼。来，一个提名啊，念着你的名的答友，互咱的兄弟姊妹来认捌你，得煞来关心你。思君，较大声的，敢有看到？无啦，来，思君再一次。好，微笑，文辉，甜蜜，伟霆，培瑜，敏儿，安杰，敏柔，怡婷，静轩，芷仁，香怡，允约，明伟，佩环，佩晨讲唔对，佩晨，允爱，雅婷，何谦，易安，安瑜，我讲有读唔对，讲有，我来令可，洪斌，俊祥，好，以上就是咱今年2018年夏季学校的老师，咱做用普声来带鼓励。我毋若是即摆替因祈祷，但因关心，伫即个礼拜中间，咱有时间会当播出，就来但因关心，但因鼓励。好，请咱的老师会当倒起你继续来做准备。好，咱做一届普声，来但因感谢。你们要站多久？这么享受掌声吗？加油啦哈！即是来报告的大声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两遍。耶稣因讲：勇壮的人无欠名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对。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来反悔。路加福音5章31节、32节，请。耶稣因讲。来看周报的第一面，后礼拜7月15日，服侍人员，请你家来注意。第二面，周间的聚会，因为风台的关系，风台的关系，毋但是太敏感嘛，毋是，无看无风无油，即马就咧讲啊吼。来第4项相连团契，本来是伫即个拜3 7月11日。10点要即个聚会，因为风台的关系，所以将即个改做8月7日，后个月延到后个月的8月7日，后个月8月7日。看第3面，教会小组的聚会，第3。大优小组，黄秀燕姐妹伊讲将这个改做探访，将这个大优组改做探访，以外拢照常。第4面，奉献的名士闹丁大个，请甲执事来更正。第5面。今仔日咱欢迎屏东县长治乡繁华教会曾嘉文牧师来咱教会请安甲募款，
请为伊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咱多谢曾牧师。下晡1点半，要伫七福日会议室召开7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会。会煞以后要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参会。下主日7月15，是7月第3礼拜的主日，是台湾教会文艺传道奉献主日。请兄姐为伊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后礼拜中昼12点，要伫7福日的会议室召开传道部甲圣诞暗会的筹备会，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得胜者问题处理暑期的训练课程，时间是8月11日。早时9点到下晡5点半，要伫鸿运教会，要参加的，请向赵美珠会长来报名。教界消息：生命教育经济讲师培训营，时间是8月初6、初7、初83天，地点是伫崇光女中。第二项。平安7月节音乐会报名要开始啊！请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同享音乐，见证心灵的平安。那详细情形看1楼甲4楼的公布栏。其他的消息，通拄着合作社要伫7月初8日今仔日中昼12点，要伫7福日的会议室召开合作社的理监事会，请理监事来出席。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做补充报告，以及介绍大先一只介绍2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陈冠仪，这个刚好伫好来教丁馆的吼，来黎俊宇。一只中间，咱拍谱啊，欢迎。好，请坐。得另外一位陈冠仪，敢有一个中间？好，无。敢有翕到相？所以就毋知影送啦吼。好来，一只嘛来补充啦吼。咱这一届来感谢上帝安排。互芳华教会曾家文牧师来到咱的会中，相信通过伊的讲道以及对教会的这个报告，咱拢真详细知影讲因的教会需要什么款的帮助。毋忘未来咱都继续用祈祷，继续来关心，以及咱各方面的帮助，来互因来好好来建立教会。然后一届用普仔声来甲因欢迎。好。一头我教界消息方面，请咱会当招咱的慕道友，也是讲咱的厝近隔壁，通过这个音乐会，平安7月节音乐会，这个会当加做咱一个传福音的这个窗口，也是讲平台。一只嘛来呼吁8月4号，咱就要去篮球比赛啦，吼。张牧师有家己去篮球场去练习啦，吼。就日头安尼徛伫篮球场1点钟尔，我也无走，我安怎规身躯汗啦吼，强要挡袂牢所以毋茫吼，咱家己有机会吼，小叮当者，小叮当者，无迄一天吼，真正行政部爱加炸水，也是炸冰桶，医药箱爱加炸挂啦吼，毋茫咱真正抽空啦，为了我们健康啦，为了咱健康抽空，家己都爱加运动，小可拍一日的吼。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来吟上营541首，将听传出去。请起立吟全首。
归向你，通丢拄，快快乐乐通出去，领着分享，唔通白杀，机会断去。咱做伙领受对天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感动，甲恁三个支地，互恁所做通应用主的名，永到世代无煞。阿门。请一个祝歌。电乐密导。请起立，行平安礼，甲你的隔壁讲，耶稣是你的好朋友。然后上6楼用爱餐。